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徐若曦今天的目标啊！这颗变化球掉得够犀利啊，让王一晨挥了空棒哦，蹲在靠近外侧的位置，这个速球进来154，让江坤宇也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连续3位打者都取得球数的绝对领先，结果这个变速球掉中了张志豪，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徐基宏上一阵呢也是有安打有打点，但这颗变速球还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啊！2好2坏，同样的变速球压在刚刚3振的许基宏的位置啊，让周思齐也中招了。球速对投手有利，这个速球进来让高宇杰回了一个空棒。在2局的下半，徐若曦所拿到的3个出局数，同样全部都是靠了3振，不可以抢下球数的领先了。2好1坏，速球这个位置够刁钻了，让苏伟达挥了空棒，忍住没有出棒。再来一个速球，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这个球再投，变速球收到了效果，张志豪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前3棒就也会加入到这个名单里头，而且今天在他完成投球工作之后，可能又有些纪录要被他突破了。结义啊！但味全球团确实也是慧眼识英雄啊！这个变化球进来，周志齐没有出棒，被拉掉了。今天的第11次3振。